在个新闻来关心台中水的上机，台中的水有啥物问题？这个有讲宣称透过麦饭石过滤的水，讲啉了后口感比较较甘甜。另外讲，迄个有啥物弯红外线对人体讲有帮助的能量水，这个水拢出现伫台中的街仔路。类似的加水站伫台中有偌济？285站。不过学者认为讲，能量水根本就无影。 10块银就当伫加水站买到满满一大桶，讲是经过白饭石过滤的水，若是比市面上矿泉水较少，真侪人嘛认为甲一般自来水啉起来无共。这个就是喝了就是蛮止渴的。它很自然，它过滤过啊。 另外，嘛有强调是用远红外线处理的，讲是对人体有好处。能量水，根据统计，市府登记加水站285间，台中有280万人，等于平均1万人就有一间。不过学者认为无啥可信。这个麦饭石产量并不是很多啊，所以很多业者现在也是拿一般的这个矿石来宣称麦饭石。 就算用白饭石，甚至是远红外线来过滤，所讲的能量水对人体有什么影响，医师嘛唔敢确定。说什么有红外线啊，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特殊的，除非有比较明显的这些实验数据，那我才比较会去相信。其实水讲有疗效，就已经违法。不过食安处讲，目前只有对水质做定期检测，未来会用专案的方式实地抽查加水站是毋是有广告无实，强调有疗效的情况。